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廣東話5分鐘，我係 Miss Bear。我係 Mrs. Bear。今日我哋要傾嘅主題就係聖誕節。終於聖誕節啦！我成日覺得香港嘅聖誕節係英國嘅熱鬧版，街道會有好多人，商場全部都係燈飾，好似成個城市都閃靈靈。你講得啱啊！如果一個人喺香港過聖誕，可能去下商場、cafe 或者去搵朋友食 brunch，都可以感受到節日氣氛。但如果一個人喺英國過聖誕節就好唔同，啲人多數會喺屋企裝飾得好靚，坐喺火爐邊飲住熱朱古力，望住窗外嘅雪，好安靜，好舒服。成日坐車經過其他人屋企，都覺得佢哋好有心機。係啊，因為英國係好注重聖誕，對英國人嚟講，聖誕就係家庭團聚嘅日子，好似香港過新年咁。所以香港嘅聖誕係熱鬧嘅，商業靜啲，反而英國係有溫馨舒服嘅感覺。好啦，第一個字係裝飾，裝飾即係用嚟令地方更靚、更有節日 feel 嘅嘢。例如，商場已經擺晒聖誕裝飾啦。香港啲商場裝飾多到好似主題公園，仲有大型聖誕樹同埋燈飾，一個人去都忍唔住影相啊！係啊，而且啲裝飾會同商場嘅聖誕活動配合，好似表演燈光 show 咁，好熱鬧㗎。英國就比較家庭式啲，成家人整下聖誕樹、燈飾，掛小飾物咁，又溫暖又 cozy。第二個字係禮物，禮物即係送俾人嘅嘢，用嚟表達心意。例如，我買咗聖誕禮物俾屋企人。香港人好多時都會玩交換禮物，辦公室、朋友聚會都會有 Secret Santa 或者廢物禮物交換，一個人都唔會悶㗎。英國 Secret Santa 就好傳統嘅，佢哋拆禮物嘅時間通常喺聖誕嘅早上，一個人住都會同朋友約好拆禮物，好有意識感㗎。我記得有一年自己喺香港過聖誕，就買咗自己最想要嘅禮物。拆禮物嗰刻都覺得好開心，好似真係過緊節咁。第三個字係氣氛，氣氛即係環境俾你嘅感覺。例如呢間 cafe 好有聖誕氣氛。香港嘅街道一個人行都好感受到節日氣氛，好多人好多燈飾，啲商場又播住聖誕歌。仲有各種聖誕手工市集。英國就唔同，好多人會約埋喺屋企團聚，或者去聖誕市集慢慢行下，聞到貓灣、肉桂味，聽住聖誕嘅歌，好 chill。我一個人喺英國市集行，都覺得好浪漫，唔使理邊個陪，自己都可以享受呢一個氣氛。第四個字呢係大餐，大餐即係一餐豐富嘅飯。例如聖誕嗰晚，我哋會食大餐。香港人可以去食 buffet、火鍋或者西餐，大餐都係根據自己喜好安排。英國人唔同嘅位係聖誕大餐，多數都係同屋企人一齊食下火雞、烤薯仔、stuffing gravy 咁。我嚟到英國過聖誕，都會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一齊慶祝，好有節日氣氛㗎。最後一個字係聖誕樹，聖誕樹即係聖誕節出嚟嘅樹。例如我屋企已經擺好咗聖誕樹㗎喇。香港商場嘅聖誕樹通常好大，行入去望到都覺得震撼，勁多人影相打卡。英國家庭嘅聖誕樹就小巧啲，溫馨啲，可以自己掛下燈飾，掛下飾物，擺下禮物咁，好有儀式感㗎。即使係自己一個坐喺樹旁邊飲熱朱古力，望住窗外嘅雪，都好 feel 到聖誕嘅溫暖㗎。咁你過聖誕嘅話，會覺得香港定英國好玩啲啊？
想熱鬧嘅話，就去香港行下街，睇下燈飾，影下相，食下甜品咁。想 cosy 啲就英國，行下聖誕市集，睇下雪，食下聖誕大餐咁。所以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聖誕 style，睇你鍾意邊個。今日生字重溫：裝飾 decorations、禮物 gift or present、氣氛 atmosphere、大餐 feast、聖誕樹 Christmas tree。今日嘅廣東話5分鐘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Merry Merry Christmas， Christmas，拜拜拜。拜。